呢個魔術係講撒旦挑戰耶穌，要試探耶穌3次，睇下耶穌會唔會跟佢嘅指示而行。先睇下呢個魔術點玩。有一日行經一間拼圖店，店主就向我推介一款神奇拼圖，於是立刻買咗返屋企，並且第一時間就將拼圖拆散，然後砌圖。唔使1分鐘就砌好呢8塊嘅拼圖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於是就好唔高興咁返到拼圖店，同店主講：我唔使1分鐘就砌好啦，何來神奇啊？店主不慌不忙咁話：你剛才走得太快啦，攞漏咗一粒拼圖塊。你要將呢一粒放入已經砌好嘅長方形中，而仍然要保持一個完整嘅長方形喎。哇，真係一個挑戰喎！等我諗一陣先。大家不如睇下耶穌點樣解決撒旦3次嘅挑戰呢？耶穌喺曠野禁食咗40日，非常飢餓。撒旦指住啲石頭就對耶穌講啦：你若是神的兒子，可以將石頭變成食物。耶穌回應說：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話語。耶穌解決咗撒旦嘅第一次試探。咁魔術師又點樣解決拼圖嘅問題呢？好簡單啫，只要將呢一粒拼圖塊放喺長方形嘅上面就得啦。當然唔可以啦。咁放喺呢一度，用隻手遮住佢，咁咪就係一個長方形咯。都唔可以嘅。我諗到啦。咁快就完成啦！而呢個長方形而家係由9塊拼圖塊所組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於是我又返到拼圖店，對店主話：有少少神奇啦，不過我都好快完成喎。點知店主又話：你剛才都係走得太快，仲有一塊你未攞。你要將呢一塊放入砌好嘅長方形中，而仍然保留一個完整嘅長方形。於是我開始砌，可能有經驗，今次一砌就砌到啦。我解決咗2次嘅挑戰。咁耶穌點樣解決撒旦第2次同埋第3次嘅試探呢？撒旦將耶穌帶到聖殿頂，對耶穌話：你若是神的兒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為天使會托住你。耶穌回應說：不可試探主你的神。第3次挑戰，撒旦帶耶穌到高山，展示萬國榮華，同耶穌講：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這一切都給你。耶穌回應說：當敬拜主你的神，單要侍奉他。撒旦見3次都難唔到耶穌，就離開咗啦。而家呢個拼圖咧就有10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面積大咗。買拼圖時用8塊嘅框架就唔夠放啦，於是就同店主講啦：請你俾我一個可以套住10塊拼圖嘅框架啦。點知店主就話：呢個魔術之所以神奇，就係你可以用8塊嘅框架套住增大咗面積嘅10塊拼圖上邊。哇，真係神奇喎！
點做嘅呢？